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蔡牧师今天是6月14号，我们今天因为爱你这个影片灵修的影片，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6章，加拉太书的第6章11节到18节，加拉太书6章11节到18节。那我们可以跟着圣经来念，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里的投影这个我们的 PPT 的档案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。加拉太书6章11节到18节，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的圣经。我们请一起念来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，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的以色列民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他的话，还有听他话语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时候，这是保罗的一个表明，他原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是原本是一个逼迫主的、逼迫基督的，但是他生命改变之后，他特别的发现犹太人在一些的事情上面是远远的离开了主，他们特别在行为上，或是要在这些的用割礼的方式，在外在的部分来显明他们的信仰。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他们这样不敬虔或是不好，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敬虔，但是用外在的或是用外面的外显的部分来表明信仰，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。所以这些的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，他们透过割礼，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来受割礼，表明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但是对保罗而言，他很清楚知道，外在受割礼的人并不代表他能够守律法。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会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保罗的提醒。在第15节的地方，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耶稣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保罗在同样加拉太书2章20节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不是因为行了好事或是行了这样的一个律法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称为义的。我们乃是因为因着信，照着亚伯拉罕的信，因着信，我们能够得着上帝所应许的那样的义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牺牲，以至于他成就了上帝的功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工。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，不是靠着行为称义，而是要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，凭着信心我们得称为义，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功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。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有很多人是强调行为主义的，或者是在行为上要表现，或者是用各样的表现来表达他们好像觉得他们是一个敬虔人。但是真正的敬虔不是只有在外在，而是在内心的里面。也许我们可以行礼如仪的来每个礼拜天到教堂来做礼拜，也许我们可以读圣经，可以祷告，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上帝跟爱人的心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仍然是差不多的基督徒。所以约翰卫斯理这样说，他说如果不是爱上帝跟爱人的话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差不多的基督徒。
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而不是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。愿上帝帮助我们平安。